新娘到！哎，新娘真的好漂亮，太好看了！哪好看了？哪好看了？你看她，那鼻子肯定是整的，脸上不知道打了多少玻尿酸，下巴也是割的，还找了化妆师画了3天3夜才画好的皮相呢。说这也叫美？比你好看。他们都等着急了。还没到你就开始偷摸，怎么这么心急啊？又一新娘到！哎呀，什么叫又啊？大王今儿也成亲，戚夫人这不已经在台上了吗？我妹妹和妹夫来了。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啊，你可以留下来吗？可以吧？那你老婆怎么办？什么？你有老婆了？离婚了？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哎呀，香香，男人有个3妻4妾很平常的，对吧，贤弟？就是。行了，这事都已经过去这么久，不提也罢。而且今天正好双喜临门，干嘛要搞那么不开心？我们喝一杯吧。对呀，哎，拿酒来，拿酒来。老牛先喝吧。诸位邀友，来，干！干！哎呀，干嘛啊？跟我去救师傅呀！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说实话，你答应娶我是不是为了让我帮你救师傅？怎么会呢？那你老婆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？都这么久的事，你提它有什么用啊？别想糊弄过去。我没办法，我当时一时冲动，那么年轻。但是后来我冷静下来之后，我才发现我并不是真的爱他，所以我们就离婚了呀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还有别的女人吗？是有那么1、2个，但都没什么实质进展。那你对我呢？我对你，我都要跟你成亲了，我还能怎么弄啊？那你这次不是一时冲动了？绝对不是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。你这是发誓吗？这是 OK 好吗？被你看出来了，我发誓。那我说你跟着学。行，来吧。我孙悟空。我孙悟空。发誓。发誓。这辈子只爱牛香香一个女人。我这辈子只爱牛香香一个女人。如果违背誓言的话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如果违背誓言的话，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反正我是至尊宝，也不是孙悟空。这还差不多。那么么哒。又摸呀！姚田大哥，恭喜恭喜！多谢各位，今天要尽兴，不醉不归啊！一定一定。现在你相信我了吧？走吧。哎呀，不是说好了洞完房再去救的吗？你耍我啊？没有啊，你着什么急嘛？反正都是今天晚上啊。那这样，先去把我那2个师弟救了，行吗？他们已经饿得不行了，你看他们那个虚弱的样子。作为大师兄的我，特别的难受，行吗？好吧。一言没定。把他们俩给我放了。小姐，他们可是咱们的吉祥物啊，而且还在排酸哟。你就这么给他们都放了？是这样，我们家香宝宝呢，很久没有吃肉，所以呢，先解解馋。你个臭猴子，你这是公报私仇哎！至于这个吧，看这个身材啊，肉那么柴，瘦的跟个杆儿一样，就当个下酒菜吧。猢狲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，看错了你了。还等什么呢你？还把他们给放了？
这儿他最大，你是不是想找死啊？赶紧的呀！好嘞。慢着，紫霞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也好久没有吃过猪肉了，妹妹，分我一口吧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啊！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俩不是好人。当初在花果山水帘洞的时候，我看着了。不是嫂子，你至于吗？啊，不就一口猪肉吗？就算你是嫂子，也得先来后到吧。哼，你也知道先来后到吗？啊，行了，吵什么吵呀？你们俩啊，不知道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一边去！嫂子，你以前做神仙的时候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？这个猪肉你也跟我抢？山珍海味吃惯了，我偶尔想换换野味，不可以吗？不是，我说你们俩怎么吵起来了？怎么回事，香香？哥哥，嫂子跟我抢肉吃。抢肉吃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好抢的？这么大一头死肥猪，谁吃得了啊？香香，不如分了吧。也对啊，那把这头猪分了吧。慢着，又怎么了？大哥，你现在还不能把它给吃了。为什么？他之前不是中过毒吗？可是他吃过解药了，美人儿。这白水老妖的毒是这么好解的吗？万一留了点残余，怎么办呀？把猪血放干净不就行了吗？你是不是傻？这猪血那么好吃，你都给放了，多浪费啊！猪血，爱吃。行，那就先不杀了。美人儿，咱回去继续吃饭吧。走吧，大王。暂时差不多就拉回牢房，等解了毒再吃。真爱。大嫂真漂亮。大哥，兄弟们都想知道你是怎么认识这位新夫人的。是啊，讲讲吧。我前几天路过沙漠，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奄奄一息躺在沙漠里，我当时就生了恻隐之心，将她带回，这才成就了我们这段美好的姻缘呀。现在想来，都是上天的安排啊。我看牛大哥不是一时恻隐，是看上了紫霞仙子的美貌。要是换做别人倒在沙漠里啊，早就被你吃掉了。紫霞，哎呀，经过这2天的朝夕相处，我发现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你了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再一次当着众兄弟的面向你求婚。这个月光宝盒，当做我送给你的定情信物，希望你能嫁给我。我反对这门亲事。说什么？你竟敢反对！等会儿，我来。你凭什么反对他们？人家郎才女貌，你凭什么呀你？西凉官儿，你可真会说话。说郎才就是男的丑呗，说女貌就是女的傻呗。你给我闭嘴呀！给我闭上你那个嘴！紫霞仙子择偶是有一个规矩的，如果大哥你可以做到的话，我们就心服口服。什么规矩？他曾经发过誓，如果有谁能把他的紫青宝剑拔出鞘的话，就是他的如意郎君。紫青宝剑。什么紫青宝剑？紫青宝剑，相传是玉皇大帝得道成仙之前的佩剑，他曾用它斩断了情丝，因此紫青宝剑又能通晓3件之情爱之事。紫霞仙子也是通过了重重的考验，好不容易才得到它，为的呢就是可以找到他的如意郎君。这把宝剑长什么样啊？
轻柄紫俏，华丽无比。这方法也太草率了，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方法才能打开它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呢，我只知道，除了紫霞仙子之外，只有她意中人才能打开它。怎么可？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再回来。这作为一个喜欢剑的人，身上带一把剑，难道不是很正常吗？紫青宝剑，这是紫青宝剑，这是紫青宝剑。这是紫青宝剑。这把剑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我捡的。捡的？让我试试。没有那种事。这只不过是我跟大家开的一个玩笑。哎呦，玩笑啊，玩笑。啊？这能开玩笑吗？这还能开玩笑的？这把剑，谁拔得出，谁拔不出，根本没有关系。上天的安排。等我，紫霞，我有话要说。快点，快跑！漂亮姐姐，可不可以求求你把我们两个放开呀？我满足你一个要求。不好了！哎呀，快把他们锁子给我解了！快点！这是要干嘛呀？哎呀，公主来了，要搞事情了！你们赶快把他们俩先给我押回牢房去！快点！刚刚那个也是公主哎，她也是牛吗？她有男朋友吗？你们这帮混蛋，敢在我地盘上搅和！今天谁要阻拦我，我就杀了谁！你敢吗？你敢吗？不敢！大王，不能！大王，我情绪很不好，你不要惹我！你才不好！你大嫂来了！我哪来的大嫂？不是，是我大嫂来了。你大嫂啊？演谁的？铁扇公主。她怎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！紫霞，孙悟空，空宝宝，我帮你去救你师傅吧。不用。你刚才不是还让我帮你救吗？怎么现在又不用了？你怎么那么善变呀？因为那是刚才。哎，你跟那个紫霞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那你是不是喜欢她？我不喜欢。那她是不是喜欢你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人家是神仙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个凡人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啊？欢迎，里面请啊！一会儿聊。哎呀，谢谢。哎，都给我听着，一会儿谁要是敢多嘴，我就撕烂他的嘴，然后宰了他，听见没有？夫人呐！夫人呐，我好想你啊！今天刮的什么风啊？你怎么会有空来我麒麟山呢？我不能来吗？哎，能，当然能！哎，欢迎啊！我可听说你最近风流得很呢，要在外面纳妾。听说遇到了个漂亮姑娘啊？简直一派胡言啊，夫人！这是有人恶意重伤我，是谁说的？你当我眼瞎了？这布置的红红绿绿的是干嘛？不是结婚吗？夫人，你误会了，这里是婚礼不假，可不是我的，是香香的。香香要结婚，你也不通知一声，你这哥是怎么当的？这是我的不对，
我最近一直帮香香筹办婚礼，忙的是晕头转向，难免会出错，还请夫人你见谅。你想把香香嫁给哪个山头的妖怪呀？要说起这个新郎官呀，那跟咱们家香香简直是绝配呀！其实这个人你也认识的，正是我的贤弟孙悟空啊。什么？孙悟空？正是啊。恭喜你啊！恭喜我什么？我看牛魔王挺喜欢你的，而且能感受到他的真心。你想想啊，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年代，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人特别的难，所以我要恭喜你。你就这么想我嫁给他？为什么不呢？你看看牛大哥，武力高强，力大无穷，法力无边，势力还大。虽然他是一个妖怪，但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妖怪。你眼光可不能太高了。好啊，你说的对，牛魔王是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嫁给他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再回，红叶落下。那真的是恭喜你。从前直到现在。哦，对了，听说你嫁给牛魔王之后，他会把月光宝盒给你。对。那你那月光宝盒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你要它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要救我娘子。你不是都要跟牛香香成亲了吗？你不是跟你娘子已经离婚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去救她？你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：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买卖做不成，仁义还在。那这么说，你救完他还会回来？会。这么看的话，咱们也算是一家人。你看，你嫁给牛魔王，那你就是大嫂，我就是你的妹夫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去哪儿啊？散步。我陪你。用不着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见外？谁跟你是一家人啊？你少跟我套近乎，不想见到你。情人离去，永远不回来。无言无语，叹息还不在。哇，太精彩了啊！昨晚我偷偷的跟了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堂堂的齐天大圣，在跟大哥的妹妹成亲的当天勾引了嫂子，这种场面精不精彩呀？你别乱说行不行？我哪儿勾引嫂子了啊？你刚才有认认真真的在偷听我说话吗？我有啊。你要月光宝盒。是，所以我说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只要牛魔王知道你在勾引紫霞仙子，然后凑巧被我看见了，于是乎我一怒之下就把你杀了。这样是不是更精彩呀？哼，牛大哥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。你看啊，就算我们妖界的很多的同行都很蠢，那头牛迟钝归迟钝，但也不至于迟钝到家吧？那把紫心宝剑怎么就从你的怀里掉出来呢？虽然他现在没有反应过来，但是只需要有一个人小小的提醒他一下，我想他还是会明白点什么的。你何必呢？不是说好了唐僧是多分你一块，而且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跟你弟弟之间那是误会，而且我也已经道过歉了。我想我帮牛魔王这么大的忙，他只会分给我更多的唐僧肉。再说了，谁告诉你，你跟我道过歉了，我就一定会原谅你。救命！救命！至尊宝，
我杀他，你心疼他？废话少说。子夏，你小心点儿，他会放毒。我帮你。把剑给我！谢谢。主人，你不是说去哪儿都带着我吗？主人，我不是你主人，别跟着我。怎么不是？你看我脚底板不用了。你是不是不想要我？对。叫一声主人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的主人。坐。少。我们回盘丝洞好不好？我也想跟你回去，但是没办法，还有月光宝盒呢。空宝宝，你蹲着干嘛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穿成这样，配合你嘛。配合我？嗯，你不是说了，等我们结婚之后，你每天都要给我做饭吃吗？我说过吗？当然啦。不过我想了一想，我决定不能让你一个人做所有的家务。所以呢，我决定从今天起，每天跟你一块做饭。这事儿以后再说吧。空宝宝，我们今天成婚之后，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过新婚生活了，我好激动，你激不激动啊？激动。那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厨房预习一下吧。差不多了吧，姐，我手已经麻了呀。哎呀，你今天晚上就陪我睡嘛。我也想留下来陪你睡，咱们俩还没过门呢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懂不懂？女儿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名声，就这样。你不留下来陪我，是不是嫌弃我？我为什么要嫌弃？你也看到了，明明是你家大嫂先杀上来搅局的，宾客没有，证婚人也没有，咱俩总不能私定终生啊！而且呢，好事儿不怕再拖2天。你说的也对哦，那么么哒，晚安。真淘气。子霞，开门，是我。我跟你说，早上的事你千万别听那个牛香香瞎说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晚上有啥事儿啊？青霞，刚刚说的是什么事情？本来我是想跟紫霞仙子告别的，既然她不在，那就请你帮我转达告诉她吧。你要去哪儿啊？这吉雷山的主人牛魔王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明明自己有老婆了，还去找其他的女人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去跟他干一架。哼，就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可是你要打抱不平，想必也不是平白无故吧？没错，就是因为他要娶的那个人是你妹妹紫霞。
我才会这么生气。你说紫霞嫁给那个蠢牛？没错，你妹妹，是不是你想想也很生气啊？她终于找到一生所爱了，那真的是要祝福她呀。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想要打抱不平的冲动吗？没有。行，我自己去。慢走不送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孙悟空要把这么重要的月光宝盒交给他们，而且他们竟然还拜把子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孙悟空，什么月光宝盒？你再说一次。哼，仙子你还不知道，这孙悟空跟牛魔王是穿同一条裤子的结拜兄弟。我要是惹了牛魔王，就等于惹了孙悟空这2个人。我是什么？他们武功那么高强，我战五渣，就算胜负为0，我也没办法。但是我也一定要去打抱不平。哼，胜算有几分，就要看功夫有多少了。对，像你这种战五渣的废柴，去了也是送死。我可以说我是战五渣，你不行，我就是干！啊，别废话，干！阴谋，绝对有阴谋。什么阴谋啊，夫人？这里是布置得很漂亮，但真的不是我要另结新欢呐。鬼才相信！处男人，敢做不敢认，不是男人。别手动，别手动。夫人，你我情比金坚，根本容不下第三者呀。情比金坚，情比金坚，什么是情比金坚呢？我发誓，牛府张灯结彩啊，一是为了抓住唐僧，喜迎长生不老；二是因为香香啊，你也知道，我就香香这么一个妹妹，她一天不成亲，我这当哥哥的一天放心不下，是不是？香香，她也配得上那孙悟空吗？孙悟空，他要娶别人？你别冲动！你冲动什么呀？啊！你松手！我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法和先生。松手！你再不松手，杀了你啊！你要是杀了我，你就找不到真正的孙悟空在哪儿。除非你别动，我就放开。空宝宝，有人来了。你别动啊，我去那边看一看。那边。我知道。空宝宝，空宝宝。喂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呢？情绪刚到，靠这么近，见不得人啊？谁呀？没事。干什么？你干嘛？好了，别闹了，快走，快走！着什么急呀？刚才那是谁呀？不重要。要是我哥知道了，他可饶不了你。是你自己跑来找我的。好吧，好吧，走吧。等会儿。你要干嘛？咱们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啊？听说小姐你18般武器样样精通，我今天就在这个房间里找找看，到底有多少的武器。如果让我找到了一样，你就要脱下你身上的一件东西。孙悟空，你今天有点不太一样嘛。孙悟空，都是月亮惹的祸。空宝宝今天好有情趣啊！那如果你都找到了，你要什么奖励啊？保密。那快点开始吧。走。开始吧。
全部都找到了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闭上你的眼睛。数不到1000的话，千万不要睁眼哦。你不能骗我哦。怎么会呢？1、2、3，空宝宝。哎。 4、5、6，空宝宝。哎，在呢。你好好数啊，1000很快就到了，乖。夫人，你要我怎么样，你才肯相信我呀？起来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孙悟空，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我真的不是孙悟空。我刚才分明听到那个女人这么叫你的，莫非这世界上要第二个孙悟空不成？有没有第二个孙悟空我不知道，但是，我真的是至尊宝。 花心就算了，还给我油腔滑调啊！大姐，咱们俩相处多久？你难道还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你一向狡猾，把我骗得团团转。就算之前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了。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看我会不会72变，你不就知道了？我变，我变，我变！你看。 我不会啊！变杀是你说算啊！我真的不是孙悟空。那为什么他们都叫你孙悟空呢？我被逼的啊！如果我不冒充孙悟空的话，我只有死路一条，我没辙呀，姐。啊，那我就更要杀你！宁可杀错100，也不可放过一个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呀？不是。 238、239，空宝宝，空宝宝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241，我说你这暴脾气能不能控制一下啊？你弄得所有人都知道了，像什么呀？ 我跟你说话呢，这东西很危险，你把它放下。我说这个东西很危险，让你放下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你就成功吓到我。 我演技有这么不好吗？差点火候。不过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孙悟空，反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先杀了你再说。万一你杀了，真正的孙悟空出现了，你后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我就有点尴尬。好歹我也是一条生命啊，但是，如果能找真正的孙悟空来对峙一下的话，就好了。青霞仙子也绝对有道理，对不对？ 对，你就是孙悟空。给我个理由先。如果你不是孙悟空，那为什么你跟他没有同时出现过呀？因为我们俩出现的时候你不在啊。别狡辩了你。行，你杀我来，砍我来，一了百了。 你杀我之前，我能不能说个遗言？犹豫了是吧？啊？听好了啊，听着啊。我记得有句话：人不辞路，虎不辞山。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，是我的运气。
可惜我没时间。想想人生无悔，都是赌气的话。人生若是无悔，那该多无趣啊！青霞，说句真心话，我心里有过你。喜欢人不犯法，可我只能到喜欢为止了。这些话我没对谁说过，今晚见了你，不知道为什么就都说出来了，就让你我的恩怨像盘棋一样留在这里，你保重。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其实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恩怨，有的只是一段缘分。我记得有个人讲过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有一口气，点一盏灯，有灯就有人。对，有个人说过见过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。我见我自己，天地也算见了，可惜见不了众生。而这条路我没走完，希望你能把它走下去。当会重来，恍如隔世的爱，在白云外。你还愣在那干嘛呀？这都什么情况，你还不过来抱抱我啊？在世上，命运不能更改。放开。666、667、668。669、600，讨厌，这是什么新玩法？数到哪儿啊？781、782。这个月光宝盒，当做我送给你定情信。他曾经发过誓，如果有谁能把这紫金宝剑拔出鞘的话，就是他的如意郎君。那你是不是喜欢人家是神仙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个凡人，怎么会喜欢我啊？牛魔王是挺好的。好，那我嫁给他。闭上你的眼睛，数不到1000的话，千万不要睁眼哦。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？为什么要伤害我？为什么要抢回月光宝盒？为什么要和牛魔王结拜为兄弟？还有，为什么要背着我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？你10万个为什么呀？怎么这么多为什么呀？我哪知道有那么多为什么呀？讨厌。那个，无论你伤害我多少次，我还是会原谅你的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很贱呐？当然不是。见了那个人明明是我大意疏忽，
才让那牛魔王骗回了月光宝盒。没想到一不错，步步错。为了讨回月光宝盒，为了回到我们最好的那个时候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跟他妹妹结婚了。我心里苦呀。宝宝不苦，宝宝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帮你对付牛魔王。不过，这件事不要告诉紫霞。你放心，我不会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可是这一晚，我那个情绪跌宕起伏的太厉害了，我有点累了。你那不是废话，折腾了一天能不累？早点休息啊。哎，干嘛呀？过来呗。不了，下次啊。过来。只有这样我才安心。起来！你干嘛在我房间啊？臭不要脸！喂！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1/4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，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。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但是这个，我认为是最完美的。不是，为什么连你也要杀我呢？还用问吗？还请姑娘明示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明明认识我，却要在牛魔王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无义；你家中尚有发妻，却仍要在此成亲，这是无情；你都要跟牛香香成亲了，却要拉着我的手，这是无礼。无义、无情、无理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回答我！你应该这么做，我也应该死。曾经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。直到我失去之后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你的剑就在我的喉咙上割下去吧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这个女孩说3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，我希望的是1万年。那你怎么向你的娘子交代啊？一定要交代，我必须要把月光宝盒拿回来，带你一起回去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，我也不管后世的人会怎么骂我，我一个人扛得住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但是，我痛恨我自己没有本事拿回月光宝盒。我帮你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不想？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帮你拿回月光宝盒。走吧。
人呢？宫宝宝，啊，谁呀？开门！对了，子夏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。当日你要我陪你做3件事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快点让我拿到月光宝盒，而不被青霞所害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可唯独这爬山这一事儿吧，我始终到现在还是不明白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一起看风景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哦。你怎么不走啊？你怎么不走？你先走啊！子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我的心突然好痛啊！那现在呢？好多了。谣言呀，夫人呀，纯属污蔑我。鬼才相信你呢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他是谁？问你呢，他是谁？哎呀，对呀，贤弟问你呢，他是谁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我发妻。哇，贤弟呀，你太过分了！好兄弟，你还把你妹妹嫁给他？所以他老婆看不下去，过来砸场子呀。我才不相信。很简单，2个人是一对儿，最主要的呢，看默契。夫人，哎呀，这个舞蹈好棒啊，很默契啊，让人情不自禁呢。跳！你们当着跳广场舞吗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嫂子？哦，嫂子了。对不起，应该是牛夫人，对吧？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，老叫人小甜甜。现在好了，新人胜旧人了，就叫人牛夫人了。小甜甜，笑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远千里，就是为了那头臭牛吗？我就是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臭猴子。没想到这个臭猴子欠下了这么多风流债。你才知道啊！我不管，你晚上在这等我，我要跟你说清楚。如果我是你，我老公要讨小老婆，我就死了算了。真的？对，没错。不过要先把你给阉了。走。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臭猴子居然敢这样！哎，香香，哎呀，休得无礼呀！活该。哥，你要替我做主。做主？哎呀，做什么主啊？过几天就是你的大喜日子，管好你自己。香香，先冷静一下。不是，哎，喂，哥，这么高你给我挡着！放我下！哼。子夏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去帮你拿月光宝盒，今晚在这见。我要找那个臭猴子算账，放我下！
姨，耶！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哎呀，你们两个看着小姐，别让她跑出去了。放手！香香，你乖乖的听话，成亲那天哥哥自然会放你出去的。我不要成亲，我要找那个混蛋算账。香香啊，香香，你们两个是死人吗？你看你这小姐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别难为我们了，我多大个姑娘家了，还这么任性啊！让开！不让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把东西拿出来。哦，不是这个啊，就是你们常常用来对付母牛精的那种东西啊！大王，拿出来呀！本来想留给紫霞用的。香香啊，哥哥对不住你了。放我出！紫霞，牛香香，又嫁上了一个铁扇公主，这孙悟空到底惹下了多少风流债？我明明是一个痴情的种子，怎么可能会是那个什么滥情的转世孙悟空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但是，真正的孙悟空在哪儿？啊，害得我背了多少的黑锅！我非揍死这个孙悟空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，猴子，叫我呢？过来呀！来，干嘛呀？放我们出去啊！对呀。为什么呀？你不要再装了，我早就看穿你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大师兄，之前你和紫霞姑娘拼死阻止牛魔王吃掉我们很感动。二兄说他明白了，你一定有苦衷了，对不对？你想多了。喂，我不想变成烧猪哎！你快放我们出去好不好？如果我把你们给放了，牛魔王要是没有了下酒菜，那岂不是要天下大乱？大师兄，你天下大乱，你就不怕师傅和我们被吃掉吗？你放心，师傅这么讨厌的一个人，不会就这么死的。喂，哎，大兄，回来！哎，大兄，哎，大兄。你兄弟钥匙。月光宝盒马上就要到手。贤弟，贤弟呀，牛兄，贤弟，香香她脾气怪，你不要怪她，她一定是听你说紫霞姑娘是你的发妻才这么生气的。哎呀，都是我拖累了你啊！哎呀，不过你放心，香香那边我来搞定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两个人婚礼风风光光的。谢谢你，牛兄。好贤弟啊！这个臭猴子，根本就不配做我们大师兄，忘恩负义，见死不救，真的要让我变成烧猪啊！左边一点。就是，就算你变成烧猪了，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师傅被人吃掉。妈，我也不可以被吃掉啊！有危险！反正早晚要死，我要做一个消极的人。哎，唐僧，唐僧，你啥姑娘？哎，怎么是你这个猪头啊？过来，有话跟你说。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都救出来的。不要担心，局面被我控制得很好。我就知道大师兄不会丢掉我们两个的。二师兄，你又差点冤枉大师兄了。你懂什么？我早就知道他冷漠的外表下是隐藏他的计谋，我正在配合他。你是个笨蛋，跟你讲也不懂。我们现在安然无恙，肯定是大师兄在保护我们。哼。好吧，我原谅他了。你呢？
右边点。我靠，又坑我，是我亲哥吗？站着，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啊！我从认识你以来，我碰过你手指，我碰过你吗？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会很委屈的。你还说没有？那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那是为了哄你睡觉，而且熬夜对女人身体特别不好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杀了唐僧，然后栽到了你头上，给你孙悟空安一个欺师灭祖的罪名，让你被人骂死。我求之不得呀！你赶紧去给我把那个死秃驴杀了。你要是杀不了他，我瞧不起你，反正这个锅是孙悟空背。哼，就让这黑锅来的更猛烈一些吧。孙悟空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没有别人。你犹豫什么？你说没有就是有。你说实话，那个人是不是紫霞？紫霞可是你哥的新夫人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我知道了。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，我对你一片真心。他日我若负你，必遭万人唾弃，任打任骂，绝不还手。好美呀！女为悦己者容。哎呀，看夫人的样子，一定是想起当初我们恋爱时的往事了。虽说紫霞这个磨人的小妖精让我朝三暮四，哎呀，可是最难忘的还是风韵犹存的结发妻呀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对她好一点，只有把她哄回了火焰山，我才能安心的纳妾呀！就这么决定了。在这儿啊！我摘了点水果给你吃啊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临时下山去买。做买卖，对，做买卖。山上人多口杂，人多势众，不做点买卖，养不活那么多牛啊。哎，岳大王，你最近学了不少成语啊。哎呀，这都是美人你教导的好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差不多1个时辰。你放心好了，不会耽误我们烛光晚餐的。水果等我回来吃吧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，安全第一哟。好，那美人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大王，在不在呀？我呀，买了水果给你哟。
大王，你是不在房间还是故意不理我呀？那我直接进来啦。这么会演，你不当演员当什么仙子啊？切！哇，房间这么乱，我替你收拾收拾啊。神经病！听说过藏东西的小人，没听说过偷东西的臭牛啊！这个香香又蠢又不检点，还想嫁给孙悟空。妹妹，是你呀？在偷看什么呢？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就不关我事？这是我家，你在偷看我丈夫的房间。哼，你别忘了，你家在火焰山好吗？这是我家。再说了，现在是你丈夫，以后是不是还不一定呢？哦，我倒是看谁呢？原来是在看你未来老公的旧情人呢。你胡说什么啊？原来你还不知道啊？这紫霞她是孙悟空的原配，他俩恩爱有加，情投意合。你嫁过去，顶多也是个妾哦。你放屁！紫霞最多配得上我哥那头大牛，孙悟空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你了？这话我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哦。你这个不分尊长的臭母牛！我今天作为长嫂，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没人教育的臭丫头。来就来，谁怕你啊？你们都在啊？你居然拿剑刺我，跟我动真格的了！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哎呀，我是说你们两个有事情啊，好好说出来解决一下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孙悟空有一腿。有一腿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男人，还管别人了？哼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管不住自己男人？你自己男人都快休妻纳妾了。你说什么？牛魔王要纳谁？还有谁？他喽。脚踩两条船的贱人，勾引我哥不说，还勾引孙悟空，我杀了你！哎！一位宇多气场。不要乱扔东西嘛，真是的！疼死我了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让美人帮我取下来呀！疼死我！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啊？出差啊，买给铁扇的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嘛。铁扇。老公，听说你要纳妾啊？不是这样的，夫人。原来这个紫霞就是孙悟空的媳妇。我真会解释啊！日子不长，胆子见长啊，居然敢纳起妾来了！你把我放在哪里？还有，这个紫霞原来就是孙悟空的前妻啊！你竟然敢骗我，让我嫁给一个有老婆的人，你还要娶他老婆啊？夫人。
是这样的。你说呀！告诉我。以前老陪人家看月亮，一口一个小甜甜。如今发妻还在，却要娶新老婆，这无情无义的负心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惨了惨了！想想这个臭丫头把我出卖了，楚婆娘要是动起手来，我就别想结婚了。不行，先把楚婆娘哄开心，送回火焰山再说。都怪自己多看你一眼，那眼神让人再想你一遍。想让你快乐点，让你在身边，然而也别去。买给我的？当然，夫人，虽然平时你给我的零花钱太少，但是我都攒下来了，300多年了，才能买得起珠钗送你。这300年辛苦了，瞧你都瘦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每天见不到你，又很想你，你说辛不辛苦啊？想你想到自己哭出眼泪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殿下一个珠钗就把我打发了，哼！哎呀，夫人怎么会呢？我还有别的礼物要送给你啊！来人呐！大王，大王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去把沙僧和猪八戒拉到厨房煮了，给我和夫人下酒。是。傻牛，我觉得大王也太奇怪了，本来是要休妻娶紫霞的，怎么还跟铁扇公主亲亲我我的呢？哎呀，这男人啊，这当了一套背后一套，能骗一个是。那你觉得大王是更喜欢夫人呢，还是更爱紫霞呢？当然是紫霞了。要是娶了紫霞，那是有糖醋肉吃的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只能吃他那2个蠢徒弟了。哎呀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站住！你们说什么？说大王爱你。不是这句。啊，我们说大王要是娶了您，那是有糖醋肉吃的。最后一句。今天晚上吃。不说是吧？不说，把你2个先吃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要吃猪八戒和沙僧，咋的了？仙子，仙子，夫人，你先回房休息一会儿，晚饭的时候我再来叫你。哎，夫人，莫动。虽说对付女人简单，可是哄起来真的很累呀。大王，大王，紫霞仙子听说你要请夫人吃沙僧跟猪八戒，她在牢房里大发脾气。他还打伤了咱们好多兄弟，还放走了猪八戒和沙僧。惨了，大王生气了。紫霞终于吃醋了，吃醋就说明在乎我啊。美人啊，美人这是怎么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我现在最不想看见就是你，走。美人，你一定是误会我了。误会？
对，我是误会了，我误会你对我一往情深一心一意，可你呢，你竟然还要为铁扇公主设宴。好，你要是旧情难忘，你可以直说，我现在就走。美人儿，哎呀，我只是想暂时安抚住她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只有我，说什么要去做买卖，其实就去为他买珠钗。美人儿啊，我送她的珠钗是假的，路边3文钱一个买的。假的，你也没有送过我一个呀，我怎么可以看到你真心？你走！美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月光宝盒。美人儿，我送她假珠钗，就是想让她赶紧回火焰山，我们好成亲啊。只有美人你才能配得上这个宝贝。要我原谅你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今天晚上你就必须向所有人坦白，你要休妻娶我。记住啊，只有今天晚上，不然你就会永远错过我。我答应你。而且我看了今天晚上星象，如果呢今天你提分手的话，成功率100%。今晚一定分手。好了，我有点困了，你去准备晚宴吧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帮你收拾啊。哎呀，不用，快点走。我不会吵到你的。你走不走？好吧，美人，那咱们晚上见。走。如果到时候你敢跟铁扇公主提离婚，嘿，我把你暴揍一顿才怪呢。到时候我就拿着月光宝盒和至尊宝一起远走高飞。大圣，大王说今晚设宴，邀请铁扇公主，请你一起参加。朱总。对了，一定要准时。朱总。就是今晚。今晚我约了牛夫人。牛魔王如果约了牛夫人的话，他应该不会来了吧？牛夫人。不，我不是牛夫人。今晚我不会去赴宴的，咱俩不见不散。我这又是要赴约，又是要赴夜。还好今天晚上紫霞陪你。月光宝盒我拿到了，今天晚上我来找你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啊！今天晚上，又是今天晚上，啊，还月光宝盒。月光宝盒，我拿到了。我就知道你最给力了，紫霞啊！等我，请请。好啊，这下有好戏看。安全，二兄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救师傅呀！救师傅？哎，师傅的牢房好像在那边。那边那么多人，你要去送死啊？哦，对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不管师傅了。原来你是这种人啊！你心里居然这么想啊！你这么想就算了，你还要说出来，我是不会放弃师傅的。现在唯一一个能救师傅的人就是大师兄。大师兄，
大师兄，你看，我早说过，大师兄不会敷衍我们，一定会跟我们去救师傅的。这么晚出来尿尿啊？哎，不要夸我了，我只比你高一点点，没什么了。呀，快走吧，快去叫师傅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小的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攻击狗！好，趁现在人还没到，抓紧时间把你们的弓箭磨得再亮一些。按启动。谁让你放的？谁让你弄的？赶快给我退下去！大王，你看看暗器做的威力。大王，不过你放心，要是今晚铁扇公主对你有任何不敬，我用飞驰弹弓打得个眼花缭乱，措手不及。我杀了你！不给我！不给我！我要杀他！大王，这就叫瓮中捉鳖。所谓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嘛。你还满意吧？哎，最好如你所说，千万当心铁扇的扇子把你们扇到九霄云外去，先止一下血吧。为什么等了这么久，该来的人都没有来呀？你懂什么？今晚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，等多久都是甜蜜的等待。我已经嗅到了自由的味道。